長咧就係、第一部分咧就有提及到咧，就係話12至60歲嘅殘疾程度達100% 嘅人咧，就有半價優惠計劃。其實局長有冇諗到，其實呢啲咁嘅優惠咧，其實對於即係真正有傷殘人士嘅幫助不大。我想問問局長，就係話會唔會喺2013年即係續牌嗰陣時候咧，係要求幾間巴士公司咧，係分階段咧，係全面將我哋香港嘅巴士咧，係增加啲便利傷殘人士上落嘅一啲設施，包括係呢個升降嘅平台，會唔會咁樣做咧？局長，我哋嗰個巴士嘅更計劃咧，其實呢一個低地台同埋係即係方便殘疾人士上落呢個巴士呢個設計咧，其實係喺個更替計劃裏面，我哋會希望照顧到。但我希望議員明白就係話，佢巴士本身咧，佢係有一定佢嗰個壽命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係做嘅話咧，都唔會一時間都會跟翻嗰個整體嗰個更替嘅時間表。但係如果做嘅話，當然我哋會係用當時最環保嘅型號，同埋最頭先我所講嘅低地台，可以方便殘疾人士呢一啲嘅設計。冇答你問題。答因為主席，我頭先問嗰陣時候，我已經講咗啦，我話係可以係分階段嘅，但係個問題個主旨咧就係話喺續牌嗰陣時候咧，係要求巴士公司係作出適當嘅承諾，然後再續牌俾佢哋。所以個問題係關於續牌嗰個時候應該點樣要求，主席？係局長續牌嘅時候嘅要求。其實主席而家呢個承諾已經喺度啦。今天如果去替換嘅話，都要係最環保同埋低地台㗎啦。咁當然喺續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延續呢一方面嘅要求啦。